来看台中捷运的消息。台中的捷运为去年11月发生这个车身断去了，停驶到今嘛已经4个月啊。这个市长罗秀燕的早起到维修厂去看的时，针对审讯才会恢复通车，罗秀燕讲啊，还未定出确实的日期，这就要等到台北捷运局呢提出换车身了的安全验证，也是保证了，才决定什么时阵要通车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拍伫捷运车厢下骹来看换过车身。位是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台中捷运去年11月份发生车身断去的意外，到底什么时阵才会使恢复通车？罗秀燕讲已经进入上尾的阶段，不过也无明确的日期。即使到最后的尾声阶段，我们都是非常的慎重。那我们来就这个修复的进度来进行了解，但是呢，今天还不会公布日期，也不会公布重新通车的营运方式。交通局长讲已经和北捷召开5摆的审查会议，不过因为换车身了的安全验证和事后保证的措施，这2项也未讲清楚，所以佫会开第6摆的会议。这个昨天北捷局陈副局长率队来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同步会跟他追踪相关的回复意见。那这一块我们会尽速来办理。到底敢会当像之前交通局长讲的，伫春天的时阵恢复通车？市府也是真保守，认为一定要等确定一切安全，才会使规划通车时间来向市民报告。